原爆一樣，戰地記者都無語。曾幾何時，佢就係咁靚咁可愛。30年戰地記者 Alex 去到南山綠丁，諗起死咗幾十萬人嘅原爆，4000度高溫融化人皮，眼前係另一個煉獄。嗰17000人去咗邊度啦？爛屋有婚紗相，瓦礫有爛吉他、爛公仔，仲有細路仔嘅功課簿。當時鄉公所開會嘅丁長被衝到屋外邊，佢死搲住欄杆。當時屋頂有30人，不過回神過嚟只係得返8個。尋親嘅人冇喊，冇歇斯底里，冇憤怒。東京の渋谷から応援してます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日本は一つ。一緒に頑張ります。